欣賞我哋南區管弦樂團嘅表演。頭先嗰兩首音樂好唔好聽啊？俾掌聲佢哋好嘛？頭先我哋聽咗兩首嘅歌劇嘅古典音樂啊，第一首咧就係《The Barber of Seville》西維爾的理髮師序曲，另外一首咧就係卡門嘅叫做 Aragonese， 就係阿拉宮舞曲。好啦，咁啊接住落嚟咧，咁我哋管弦樂團通常都係會就古典音樂為主嘅。咁咧今晚咧第三首咧，咁我哋就改編咗一首好出名嘅流行曲。咁其實流行曲咧唔係首首都可以適合俾管弦樂團演奏嘅。咁今晚咧就改咗一首香港一位已故嘅歌星一首好出名嘅作品，叫做《風繼續吹》。咁咧就希望大家會中意啊！咁咧呢首曲咧我特登改編咗咧，就會係有埋獨奏嘅。咁我哋有請我哋今晚嘅長號演奏家許安生同 Mozart 為大家演奏。
位朋友，今晚嘅節目精唔精彩？小朋友都係好精彩。嗱，我哋首先咧，今晚演出嘅咁多嘅小朋友，咁多團員，之所以能夠有咁嘅水準，係因為我哋真係要好感謝我哋幾位嘅指揮同埋導師。第一位咧，何文堯博士；第二位係李秀梅指揮；第三位梁家輝指揮。我哋南區文藝協進會第日嘅南區管弦樂團，由我25年之前創辦到今天，行咗25年。呢25年嘅裏面，你睇下而家小朋友已經係換咗一批又一批，我哋普及音樂。所以呢一度咧，我哋好多嘅團員係由零開始，唔識拉琴，唔識吹奏樂器，嚟到我哋南區管弦樂團。喺我嘅指揮導師嘅悉心教導底下，一路不斷嘅成長，一批又一批咁樣輪替。你哋嘅信箱可以見到嘅朋友應該收到一張嘅單張，就係招收團員。我哋基本上提供免費嘅訓練，一年只係收100蚊，100蚊係要做乜咧？行政費都唔掂。提供免費嘅音樂嘅訓練，所以假如你嘅小朋友有一啲人，你哋嘅書想學音樂、弦樂、管樂嘅小朋友，去到歡迎。我哋嘅目的就係喺海怡半島25年行到嚟今天，係好唔容易。所以咧，我哋希望呢一種音樂能夠一路咁傳承落去。好嘛？希望帶俾大家更多嘅支持。好，今晚嘅演出到此結束，多謝各位，多謝。好，多謝。咁咧，我哋舉啊，好啦，咁我哋咧都先有請我哋同學們先啦，嚟我先啦。我哋各位家長可以咧繼續安坐喺呢個位置，我哋等陣我哋嘅學生們嚟啦。今晚我哋嘅音樂會就到此結束啦，再一次多謝各位嘅參與，我哋下次音樂會。